扎西德勒，大家好。很多咒语的开头都有一个 Om 字，这一集我们来学 Om 的组合以及它所代表的意思。我们先来看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Om ge masum yingdusum yare yigsum 시다. 자장 디 르가 yigsum 쳐야지. 단 되네 Om 사되게 르가 yigsum 다 르가 yigsum 될 때는 딱 봐. 낫산다. Om 사되게 이게 마 omnya yigi sumje omas tisum dübe tone omsgör ba jazaga digi ini lunga yisum madagwe negobla ngaranju lunga yisum dagwe negobla ene gyave kusum tuksum kasi 이게 종가의 디나라 오마 아홍사데 베 시주 상매게 베 디레스 송송아 디레 자자가다 om사드셰 om사되겠다 ngaranju Om 是由梵文的第一个母音短啊，第五个母音短物以及辅音麻这三个字组成，组合方式为短啊与短物结合，原本发短物的音，但此时这两个字结合变成短 o 的音，原本短物的音消失略除，短 o 再加上麻字明点，也就是上面那个圆圈，麻作为尾音是发的音，所以短 o 配上就念 om。宗喀巴大师在《密集五次第名句论》里面有讲到，有些译本将物麻当中的物字译成 o 字，这样的版本是错误的，翻译成物字才是正确的。om 字代表着生与义。达波南喀扎巴所著的《密集金刚生源次第教授》一书中有写到，om 字里面的代表生金刚，物代表着与金刚，麻代表义金刚，这三个组合成一个 om 字，代表着生与义金刚无别。如果能意念这些所代表的含义，依此念一次 om， 也能获得无量的福德资粮，因此 om 又称之为持宝咒。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